镜头转来到国内，前几日台积电技术落实的消息引起外界关心。新竹科学园区都办一场博览会，有不少厂商伫咧现场分享经验，互相交流，希望防止设备的管理会当做更较周全。新竹科学园区举办营业秘密智慧管理博览会，来参与活动的除了台积电以外，还有立月光等等20外间大型公司，300多位科学园区专业人员参加，现场坐甲甜甜。科学园区东亚工会法务委员廖志明，也是台积电法务长的谢福元表示，希望透过互相交流来推广营业秘密管理的重要。营业秘密的管理，它有一个新的一个价值定位的一个转变，进化。也就是说，从过去强调营业秘密的守护，避免它泄密啦，或者是泄露或被盗用，已经逐步的演进到利用营业秘密的一个智慧管理，也就是创新，来创造更多的创新。从这一个守护创新到追求创新。台湾在全球科技发展领域占非常重要的地位，营业秘密侵权的风险嘛较悬，安怎强化内部管理，也是这届讨论的议题之一。各公司针对发生不幸的事情，会深深的检讨哪些地方需要再补正的或加强的。我想这个是所有厂商会特别注意的地方，管理局也会基于政府的保护的角色，共同的参与。现在的技术精进到一个地步，不是1个人、10个人、100个人可以偷的。过去台积电董事长魏德嘉特别在股东会，甲大家讲技术保护的重要性，特可厂商透过互相学习，互守护营业秘密，就等于增强家己未来的竞争优势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